嗨，大家好，欢迎走进新一期的快旅游。在我国境内能够拥有9座国际机场的省份，它确实足够的霸气。而如果要问到这样一座霸气的省份是哪一个，想必很多人脑海中最先出现的就是比较发达省份，比如拥有2个一线城市的广东。因为一线城市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，虽然说高铁网足够完善，高速公路网也十分完善，但是如果要想要在短时间内到达目的地，那还是飞机出行选择的人数较多。如果要选择飞机出行，那么一定就少不了机场。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个拥有9座国际机场的省份吧。在我国境内能够拥有9座国际机场的省份，它并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的广东，而是一个感觉上比较文艺的省份。这个省份就是江苏。江苏省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是相当惊人的，因为在江苏，它不仅仅高铁网完善，高速公路网完善，它就连机场的数量都是现在我国其他省份不能比拟的。毕竟在江苏省境内有着9座国际机场，也正是因为江苏省拥有了如此完善的交通，所以每年到这个地区旅游的人数就特别多。据了解，江苏省总共有13个城市，在这13个城市中，现在已经有9个城市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机场，而且是国际机场。所以江苏省的发展并不是单独靠哪一个城市，而是靠江苏省境内的所有城市共同发展带动起来的。有的人可能会产生疑惑，既然江苏省总共有13个城市，而现在只有9座国际机场，那么在剩余的4个城市是否需要修建国际机场呢？比如说苏州无论是旅游经济都不错，但是它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机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原因是很简单的，因为在江苏省的这13个城市当中，有一些城市相隔十分的近，比如说苏州和无锡。因为无锡已经有了一座国际机场，苏州与无锡相隔又不是很远，所以综合考虑下来，来苏州就不需要再单独修建一座国际机场了，这样才能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。江苏省境内拥有9座国际机场，它已经创造了我国的记录。据了解，到现在也没有哪一个省份能够超越江苏省。好了，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的快乐旅游带你去更有意思的地方。